可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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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域丝绸路本该4国一起出兵的，可这帮蛮夷也未免太欺人太甚了，竟然想把我们南国踢出去！陛下，息怒！哼！不久前，西域霸主歇国突然覆灭，西域丝绸路就此空了出来。如今，漠北的准噶尔人、鲜卑人还有大魏人3国已经合纵联盟，表示以比武的形式去除一个丝绸路的驻兵权。依朕看，这帮蛮子就是要在比武上针对我南国。众所周知，我南国是以文治安天下的，若是输掉了比武，失去了丝绸路的驻兵权，那我南国上路的咽喉就要被彻底掐断，我南国的国运就会倒退200年的。陛下，我南国虽然以文治天下，但也群英荟萃，未必不能赢下比武。陛下息怒，保住龙体要紧呢。哼，赢下比武，你们说得轻巧。朕的那些皇子什么德行，朕还不清楚吗？这么多皇子，哪有一个成器的？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，陛下！九皇子光青楼又被徐国公之女徐之雪发现了，如今正被徐之雪在大街上追着打呢。打死了吗？这启禀陛下，暂时还没被打死。还没被打死？什么时候打死了再告诉朕。这恭喜殿下，功力再次增长。张管事，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殿下，属下加入听雨楼10年了。你堂堂一个宗师，怎会心甘情愿为我做事？若不是殿下赐下的大还丹，属下这辈子也只能卡在半步宗师境。是殿下成就了属下，属下誓死为听雨楼效力。去吧。是。叶远。许小姐，你不能进去！许小姐，你不能进去啊！滚开！许小姐，哎呀，许小姐，你不能进去啊！哎，许小姐，哎，许小姐，叶远。叶远，我说过，如果再让我看到你逛青楼，我就打断你的第3条腿。哎呀，来的正好。哎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妻，南国第1美人徐国公之女徐之雪。怎么样，漂亮吗？你们打几分啊？不愧是南国第1美人，哪怕奴家身为听雨楼第1花魁，与其相比也是略逊3分。那是，也不看是谁的未婚妻。哎呀，可惜了，这么漂亮的未婚妻，只能等到洞房花烛之时，才能尝一下滋味啊！叶璇，你找死！啊，你去哪儿？叶璇，你再跑！叶璇，你别跑！叶璇，你给我站住！今天非要打断你的第3条腿不可！陛下，陛下，云儿今天被徐之雪给打了，还在养伤，你不能饶了云儿休养啊！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，这边，这边，小美人，别跑啊！陛下，这边，这儿呢。
好，技术活当赏。殿下，殿下，啊，殿下，九转大还丹马上就要练成了，真的？临到夜观天象，推断出最佳的出炉时机，最迟今晚子时，九转大还丹就能出炉了。好，练得身形似鹤行，千株松下两寒经。我来问道，无鱼说：云在清霄，水在平。道爷我要成仙，要成仙！好。干什么啊？本皇子还没成仙呢，你们怎么都跪下了？云儿，云儿，这就是你说的啊？他在养伤。父皇，你来了也不说一声啊！你个逆子，给我跪下！你啊，养道士练仙丹，招妓进宫，白日宣淫暴学无术，荒唐，简直是荒唐啊！啊！现在更是传得整个京城所有权贵都知道了，皇室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谁让他把那个破丹炉拿回来的？你们知不知道？他为了练那个什么狗屁仙丹，几个月前失火烧了乾定殿。张玄，臣在。去把他那个破丹炉给朕砸了，看他还能不能练。是。哎，等等，父皇，你把我贬为庶民也好，发配边疆也好，唯独这炉子你不能动。朕就动了，怎么着？你若是动了，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。你个逆子，我今天要砍了你！我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再怎么说，云儿也是您的亲生骨肉啊！你看看啊，你看看你把他惯的，都快给他养废了。过几日就是诸国大比了，让他去，他能行吗？云儿的外公是开国功勋长国公，云儿的母后更是一国皇后，母仪天下。她的娘和外公死得早，她年幼时又因公务繁忙无暇照顾，整个后宫只有臣妾把她视若己出。我不疼她，谁疼她呀？长国公立下不世之功，难道还不能保他的孙子一生无忧吗？好啊，次次都是你的外公当你的保命符啊！若不是看在你外公的面子上，朕早就砍了你了。来人，把这个不孝子给朕赶出皇宫，把他赶到他那个破道观里住一辈子。从今往后，朕不想看到这个逆子，让他有多远滚多远。什么？父皇，你让我搬出宫去住进那道观里去？哼，没错。一言为定，双喜临门。你这个畜生，你个皇上，气死我！皇上，陛下，陛下！还好，陛下只是气岔气，并无大碍，不然连我也保不住叶云了。娘，你刚才干嘛要护着那个废物？为何不让父皇一剑砍死他？陛下也只是说说而已，哪里真舍得下手？毕竟也是姓叶的。轩儿，娘这些年为你费尽心思，处理后宫那些有潜力的皇子，但是叶云不一样，他的外公是长国公，虽已逝去，但威望尚存。娘只有把他养废了，对你才没有威胁。轩儿，你只有成为陛下眼中最出色的皇子，这储君之位，自然而然就是你的。娘，我明白了。殿下，那我们现在接着奏乐，接着舞吗？你觉得本皇子还有心情吗？李道长留下，其他所有人，都滚！殿下，娘，外公，母
皇子莫名被毒蛇咬死，五皇子在房中猝死，三皇子西巡时从马背上摔死，四皇子参加皇家狩猎时失足掉湖里淹死。这些年里，9个皇子莫名其妙的就死了4个。外公害怕呀，怕你成为第5个。云儿，你天资聪颖，文武双全，可外公死后，再也没有人能护着你了。切记呀，从今往后，你万不可锋芒太盛，你要忍，要装，更要藏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在这深宫中活下去。听懂了吗？是，外公。这才是我的乖孙儿。云儿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外公是病死的，可你娘不是病死的，她是被奸夫所害。等你平安长大，你一定要替你娘要讨回一个公道。外公，我一定替娘讨回一个公道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这个臭小子啊，在皇宫里建道观、养道士、立仙丹也就罢了啊，竟然在皇宫外面造妓院、圈养花魁，整天花天酒地，还梦想着要成仙，荒唐，简直太荒唐！陛下，息怒啊！息怒？我如何息怒啊？啊！如果朕的皇子都像这种顶天的废物，如何在比武场上赢那些蛮子，靠那些权贵的子弟吗？你说九皇子啊，小时候也明明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，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陛下，九皇子可能是因为他母亲和长国公的死，对他打击太大了。哎，行吧，你先下去吧。指望你们这些皇子，还不如指望母猪会上树，到头来还得靠朕自己。哼！系统，模拟人生系统竭诚为主人服务，主人可对皇子们进行模拟人生，每一次模拟将耗费一定的国运。朕登基之日，莫名得到了这个名为系统的神异之物，只是动用此物会耗费国运，朕从未动用。现在正是南国生死攸关之际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请主人选择模拟对象。叶延之。模拟对象太子叶延之，耗费国运2年。模拟开始。太子叶延之，天资出众，3年前被南国皇帝立为储君，然天妒英才，于1年前突然患病，终日卧床，最终病入膏肓，于半年后离世。朕最宠爱的太子，竟然活不过半年。综合评估，英年早逝，文武兼备，南国栋梁。可惜了，
言儿若不是病重，在诸国比武场上，未必不能为我南国夺魁呀。模拟对象八皇子叶无忌，耗费国运1年3个月。叶无忌，南国第一剑痴，不喜斗争，一生醉心一剑。若干年后，成为南国赫赫有名的剑道高手。同辈中难逢对手，综合评估，剑痴，剑道天才。模拟对象二皇子叶轩，耗费国运1年6个月。二皇子叶轩，皇贵妃一女子，在人生力支持下，太子叶元之后，成为继任元勋。综合评估，武道之才，年少有为。不错，朕的这些儿子也不是个个的不成器。叶云，何必在你这个废物上浪费我的国运值？哼！去！罢了，那就让朕看看你到底有多烂。九皇子叶元，耗费国运50年。这什么？模拟这个废物，耗费我50年的国运。模拟这个废物，耗费我50年的国运。他在干啥？他怎么会修炼呢？叶元，南国九皇子，其外公乃是南国开国功勋长国公，母亲乃是开国皇后吴素。叶元自小天资聪颖，文武双全，备受长国公与吴素的宠爱，亦被南国皇帝看好。然吴素遭人毒杀，长国公也在不久后病逝。长国公病逝前交代叶元，莫不可锋芒太露，要学会隐忍，避免与其他皇子一样遭到毒害。叶元谨听嘱咐，从此借着皇贵妃的庇护，装疯卖傻，暗中修行。5岁迈入了宗师境，8岁突破了万上境，18岁时单道与剑道便是南国第1人，纵横天下，世间无敌。10年后，南国遭到3国围攻，南国国门将破之际，叶元独自一人，一剑破甲，变1006，下令3国大军。在叶轩登基后，叶云跳脱朝堂，逍遥于江湖，并以仙丹不断续命，最终享年286岁，成为流传万世的传说。综合评估，南国第1剑仙，正统天师道丹圣，绝代天骄。这个纨绔居然是剑仙！不行，朕第一次动用这个所谓的系统，模拟的内容未必是真的，朕得好好验证一下。张玄，陛下，有何吩咐？你去试探一下九皇子。九皇子，陛下，前段时间九皇子被徐国公之女在大街上撵着打都没还手，我如何试探？差点忘了，这小子一直在藏拙。就算想试探，他要是不还手，还怎么试探？他不是对他那些炼丹的东西比我这个当爹的还要亲吗？你去把他那个炼丹炉给砸了，看他还淡定吗？是。张玄可是京城第1大高手，朕倒要看看，是你一直在装疯卖傻，还是系统模拟的东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
殿下，这批仙丹今晚子时就能出炉了。好，你先退下吧。九转大还丹至关重要，我要亲自盯着。是。这叶云真是脑子被驴踢了，整天幻想着炼成仙丹，简直荒谬。这丹房怎么这么热呀？啊！这房子真该修了，居然漏雨。真蠢，这都没发现。你是谁？好好饶命！来人，有贼！护驾！护驾！你要干什么？他不是对他那些炼丹的东西比我这个当爹的还要亲吗？你去把他那个炼丹炉给砸了，看他还淡定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我的丹炉啊！你要钱是吧？多少钱我都给你，多少钱我都给你啊！哼！我说你怎么这么倔，非得动我丹炉啊？我说你咋这么倔，非得动我丹炉？没想到你藏这么深！动我可以，动我的丹炉得死！参见陛下！啊！无名小贼，算你跑得快！张玄怎么还没回来？陛下，南国有救了！南国有救了！张玄你可算回来了，怎样？结果如何？你干嘛捂着脸呢？这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陛下，是九皇子叶云啊！真的是他！陛下，臣和九皇子当时大战了300回合，不分伯仲。臣顾及九皇子的身份，也照顾九皇子的面子，怕伤了九皇子，所以臣一时大意。哎呀，你跟老九大战了300回合，也没那么多。哦，那是多少？1场。你呀，原来系统模拟的内容是真的。好，没想到年纪轻轻竟然打败了我南国第1大高手啊！朕的儿子中总算有一个成大器的。这个臭小子啊，一直在装疯卖傻，骗过了朕。3日后的比武，南国有望了，南国有望了呀！张玄，立即传令下去，让叶云和其他皇子一同参加比武。是。娘，我们何必在这个废物身上浪费时间？2次3番就过来看望他。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，也不差这么一天。更何况我每次看见他那废物模样，再看看你，娘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开心。舒服。啊？嗯？圣旨到。九皇子叶云接旨。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令九皇子叶云参加3日后诸国比武，钦此。父皇在想什么？竟然让这个废物去参加比武！李公公，我听说这诸国比武，一个不慎是会死人的，我能不能不去啊？殿下，这是皇上的意思，你要是不想去，跟皇上说去。接旨吧，殿下。臣领旨。哎，殿下，3日后的诸国比武，你可不能再让陛下失望了。老奴告退。哼，娘，怎么办？我不想参加，会死人的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会请全京城最好的御医给你治伤。实在不行，娘花点钱买通那些蛮夷，让他们对你下手轻点儿。娘，你对我真好。傻孩子，我不对你好，谁对你好啊？真是天真！诸国比武生死较量，你一个没有武功的废物上去，不死也得残废。到时候，薰儿会在诸国比武上大放异彩，而你将会在陛下面前丢尽颜面。等诸国比武一过，薰儿受到陛下重用，我再也不用装着慈母。乖。父皇脑子进水了，让我一个纨绔废柴去参加比武。爹爹，我听说叶云已经被陛下列入了比武参赛名单里，这是真的吗？怎么，你前几天不是还在大街上追着人家打吗？这个时候替他着急了？你不是不喜欢他，不想嫁给他吗？等他在诸国比武上被人打死，连退婚都省了。爹，小时候的叶云不是这样的，那时候的他天资聪颖，文武双全，也不知道为何他是现在才这样的。怎么，你还指望那个纨绔废物浪子回头啊？再说了，南国又不缺这么一个纨绔皇子，死了就死了吧。爹，我不管，无论如何，我和叶云也是青梅竹马，还有婚约在身，求爹您想想办法，向陛下求情，让他取消叶云的比赛资格。哼，皇帝金口玉言，那圣旨岂能是你我修改得了的吗？爹，我求你了，你想想办法嘛。够了！我说你这丫头啊，与其替那个废物在这担心，还不如趁这个时间多练练，想办法怎么打赢那些蛮夷，为我徐家争气，为我南国争光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哼。哎呦！南国皇帝，如果你南国能在大比中获得头筹，那丝绸路的驻兵权就归你们。可是你们要是输了，我南国不会输。想不到南国皇帝竟然如此自信。哼，虚张声势，南国地广人多，却是以文治国。对付南国这些权贵武者，八狐狸一个人就够了。哼，有老九在，朕想输都难。南国的权贵子弟们，你们谁先上啊？我们南国可不是好欺负的，我跟你打。慢着，上台的人选朕来定。哼，南国皇帝，这是要矮子里边挑高个吗？啊！哈哈哈！ 哈！ 。
儿，你上。我。陛下，你没搞错吧？你居然要让这个废物第一个去！父皇为何突然对九弟态度大变？莫非九弟彻底惹恼了父皇，连父皇都不想要这个儿子了，所以让他去送死？父皇，不可呀！九弟再怎么荒唐惹事，可他毕竟是您的亲儿子，父皇怎么忍心让九弟上去送死啊？不行，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云儿再怎么说也是您的亲生骨肉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哎，你们懂什么啊？云儿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上去！云儿，你放心啊，娘已经请了最好的御医，就算断手断脚，也能给你接回去。放心上。谢谢娘。跋扈烈可是大魏国的皇子，天生神力，力能扛鼎。叶云这个废物上去，不死也得残废。叶云，小心！哎呀，平时只知道花天酒地，不勤于练武，如今上台只能找死，活该呀！张选，你觉得叶云有无胜算？陛下，根据臣前几日受的伤推测，2招之内，这个跋扈烈必死。稳了！南国竟然派你这个废物上来了！你过来呀！哎呀，来了！哎呀，来了！我是说，南国皇帝，这就是你口中所说能横扫我们3国的高手吗？怎么不战而降了？哈哈哈哈！看来南国全是懦夫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个废物，简直把我们南国的脸给丢尽了！陛下就不应该让他先上的。哎呀，你说他这怎么就投降了呢？陛下，叶云既然身怀绝世武功，定然是有他不出手的理由。不出手的理由？然长国公病逝，病逝前交代叶云，莫不可锋芒太露，要学会隐忍，免得与其他皇子一样遭到毒害。朕明白云儿为什么要藏拙了。怎么？难道你们南国一个也没能打的吗？过来！太好了，二皇子上场了，我们南国有救了。二皇子武功超群，一手枪术早已出神入化，9位皇子中，恐怕只有那位剑痴八皇子才能稳压他一头。早就让二皇子上台，不就完了吗？二皇子不比那个草包强。轩儿，你可得争气，只要赢了这次比武，太子之位就是你的了。也罢，先看看其他皇子的表现也好，实在不行还有老九兜底呢。不对吧？父皇怎么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儿啊？还不行！找死！二弟，好，
连二皇子也不是他的对手，这蛮夷的实力也太强了吧？怎么会？看来其他人指我不上。叶云，你不就是要自保吗？朕给你权力，给你兵马，你就不用再装了。看来你们南国全都是废物，没有一个能打的。南国皇帝，既然你们南国人如此废物，还比什么武啊？从一开始，你们就应该把丝绸路的驻军撤走，那里是属于我们北方国都的地盘。是啊，是啊，废物的国家就该有窝囊的样子，跟我们拼，你们有那个实力吗？是八皇子。八皇子可是南国第一剑痴，不惜争斗，醉心剑道。以他的天赋，将来几十年问剑宗师也未尝不可呀。朕倒是忘了，还有他。他终于要出手了吗？哎呦！哎呦！连最强的皇子都不是跋扈烈的对手，这是天要亡我南国呀！这点实力也来装逼？看来只能靠他了。谁能助我南国在比武中夺魁，朕便封他为镇北大元帅，接掌10万北元军。北元军可是长国公生前管辖的军队呀！长国公死后，镇北大元帅的职位一直空着。陛下竟然下如此血本，要把镇北大元帅的职位给交出来。北元军一骑当十，如果接管了北元军，岂不是相当于接管了100万大军？就算陛下许以重礼，这些蛮夷的实力如此恐怖，想要夺魁，那也是难如登天呐！这下，朕就不相信你还不心动。这时候想着封赏，早干嘛去了？南国皇帝急了。北元军镇北大元帅，外公生前掌管的大军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实权。有了这支军队，我还何惧皇贵妃那老妖婆？陛下，此话当真？哼，上高了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。那我就再试试。这不战而降的废物，你还敢上台？嘿嘿，你真是不知死活呀！我也不欺负你，我让你先出手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装的有模有样。哎，往这儿看，有点人，找这儿看，看死我呀！什么？这可是你让我砍的啊！叶云竟然一剑就把跋扈烈给……跋扈烈可是半步宗师啊，居然接不住他一剑！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被我养废了吗？好啊，我就说老九行吧！啊哈哈哈哈哈！看来还是我低估他了，杀跋扈烈根本用不了2招，1招足矣。爹，叶云赢了，叶云赢
皇子，你们是要与我们三国开战吗？哼！诸国比武，刀剑无眼，生死自负。他自己死了，是他学艺不精。难道你们还想不认账吗？你，南宫皇帝，别高兴得太早。拔忽烈背后的大魏国，是我们三国之中最弱的一国。拔忽烈也是我们三人中最弱的一人。娘，他们说的没错，鲜卑国和准噶尔国实力远强于大魏国，最后的结果还不一定呢。叶云，你可真能藏，是本宫看走眼。那就来吧，你们一块上，我赶时间。你，九弟小心啊！鲜卑国和准噶尔国都是以武治国，这两人是两国年轻一代的最强者。没错呀，乌尔奋乃准噶尔王国大皇子啊，素来以一身蛮力著称。据说他3岁就能举起100斤巨鼎，8岁就可以手撕猛兽啊！如今他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宗师境，巴尔特与他也不分伯仲啊！什么？这两人竟然都是宗师？两位宗师联手，九皇子怕难以是对手啊！叶云，你未免也太托大了，1对1你还有胜算，可你竟然要1对2，蠢不可及。叶云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嫁给你。陛下，看来您对九皇子很有信心啊。只要老九不放水，南国就不会输。哼，元儿，你放心大胆的打，打死了父王的。对付你们就不用武器了。都说你们以武治国，民风彪悍，可本皇子也略懂一点武功，有什么问题？不知死活！小姐，乌永芬全力一击，竟然被他一只手就接了下来，有破绽！也不行啊，你们！你怎么会这么强？想学吗？想学我也不教你。诸国比武，夺魁者南国九皇子叶云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赢了！爹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太好了！谁说我南国不行？我南国武力昌盛，南国武力昌盛，南国武力昌盛，南国武力昌盛。赢！谁说你们赢了？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。你们以为赢了这场比武就能获得丝绸路的出兵权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丸子，你什么意思？当初我们可谈好了，只要我南国赢得比赛，丝绸路的驻兵权就归我们。口头约定而已，你们还真当真呐？既然他们想要，就把丝绸路的驻兵权给他们好了。但是期限只有1天，1天之后你们必须撤军，这样也不算我们失约。无耻，真无耻！这个世界的规矩本来就是以强者为尊。哼，等你们能扛得住我们三国的联盟大军，再来跟我们讲道理。我是不是下手有点轻啊？快走！父皇，是否要追？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我们已经失手错杀了大魏国皇子拔忽烈，仅此一人，还尚有余地。若再将对两国皇子下手，必将惹怒三国，届时我南国将处于大不利之境地。如此代价，我南国恐怕担当不住啊！还望陛下三思啊！好了，
不说这些晦气的东西了，这次老九替我南国夺魁，居功甚伟呀！朕一定要重重有赏。就算三国反悔，有老九在，我南国失去的东西，朕还夺不回来吗？想走？南国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吗？想不到南国的实力竟然这么强，这世间9品武者之上，还有宗师、金刚、指拳、万圣四境。那南国九皇子叶云击败了咱们3人，他的实力至少是金刚境。哼，金刚境又如何？那也是血肉之躯，敌不过千军万马。等我们回去，就让父皇起兵，踏平南国。好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啊！杀人者，听雨楼花魁，青鸟。什么？我儿乌永愤死在了南国。国主，不只是乌永愤皇子，还有大魏国、鲜卑国那2位前去参加比武的皇子也死在南国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以文治国最让我们瞧不起的南国，竟然有这样的实力！一个小小的南国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杀我儿子！正好三国缺一个发难的理由，不从南国身上割下10几座城池，这事儿就不算完。他南国也休想再得到丝绸路的驻兵权，马上给大魏国和鲜卑国传信，我要让南国死！是。做得好，殿下，这都是青鸟分内之事。这是我最新炼制的9品大还丹，应该能助你突破金刚境。这就是比之前殿下赐给张管事的8品大还丹还要厉害的9品大还丹，好浓的药香。张嘴。我的境界竟然这么快就开始松动了，谢殿下。外公，我终于有机会为娘沉冤昭雪了。叶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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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原本以为你已经知道悔改，没想到比武刚结束，就来青楼找花魁，在这里花天酒地，不务正业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记得某人说过，比武大会结束之后，若是我赢了，就会嫁给我。这话还做不做数？叶云，你不要以为你比武夺魁救了南国就可以得意忘形。你要是不改当初，我还是会一样讨厌你。我告诉你啊，吴永凤和巴尔特在回国的时候惨遭劫杀，此事已经闹得朝野震动。你身为南国的皇子，难道不应该为陛下分忧，为南国分忧吗？而不是还有心情在这里和花魁在这里卿卿我我。殿下，要不要？回答我刚才的问题。他怎么变得那么霸道？当然作数。那既然作为我的未婚妻，怎么能如此不懂事？哼！你明知道听雨楼是我的产业，这青鸟是我听雨楼的花魁，也是我的下属，
他最近表现得不错，我给他一点鼓励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下次就不要打扰我在听雨楼与青鸟议事。下不为例。明明是我差点捉奸在床，怎么变成是我的错了？岂有此理！在我面前装了10几年，连我也被他骗了过去。娘，明日的朝会上，父皇就会给叶云封赏。若是叶云得父皇器重，这太子的位置……哼，区区纨绔，不过会点拳脚功夫而已，还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轩儿，这些年，娘在朝中笼络了不少朝廷重臣。明日晨会，你只要向叶云发难，朝廷重臣都会站在你这一边。我就不信，凭他一人能敌过满朝文武。轩儿，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能让他当上这个镇北大元帅。一旦让他掌握了实权，我们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。好。九皇子，太子他是坏了。娘，咱们慈明宫给太子用药材快用完了，等一下让下人补一补库存。太子这顽症痼疾，得加大药量，好好治一治。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昨日九皇子叶云在诸国比武中为我南国夺魁，立下了大功。今日便是朕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老九，你上来吧。父皇。老九，朕封你为镇北大元帅，封地北凉，接掌10万北元军。谢父皇。有了实权，我总算可以放开手脚，去调查娘当年的死因。父皇，我反对。父皇，我反对。老二，你有什么异议吗？父皇，儿臣认为，叶云不适合担任镇北大元帅之位，更不适合接掌10万北元军。哦，父皇，叶云年纪尚小，才不过弱冠之年，若是太早上任，恐怕难以服众。而且，在诸国比武大会结束后，叶云便前往听雨楼那种花月场所饮酒作乐，纨绔性子依旧未改。如此这般纨绔，上任之后又如何能领军带兵？所以，儿臣认为，理应取消叶云镇北大元帅之位，另择贤能。陛下，二皇子所言极是。叶云虽为我南国赢得比武，可他行事荒唐，不学无术，不但在皇宫外建造妓院，圈养花魁，还在皇宫内建道观，养道士，让这个纨绔当镇北大元帅，北境的将士们怕是不服呀。不错，陛下，不服是小，以他这般纨绔的性子，陛下，臣唯恐九皇子到北元军上任不出半年，就把北元军的军纪给败坏了。到时咱北元军有一个算一个，有样学样，咱南国最精锐的部队将会变成一团散沙，战力大打折扣。为了咱南国的军事战力，臣不赞成此事，还请陛下三思。你们难道要让朕食言不成？臣不敢。如果陛下非要让九皇子当这镇北大元帅，也不在这一时。臣建议让九皇子先去北境边关历练3年，磨砺磨砺性子。等九皇子通过了考验，
再言封赏也不为迟。刘尚书，你怎么不让你的儿子去北京磨砺性子呢？刘尚书，你怎么不让你儿子去北京磨砺性子呢？我刘二和的儿子个个知书达理，满腹经纶，都拥有大好仕途，参军入伍岂不是大材小用啊？我看是受不了参军的苦吧。你休要胡言！差点忘了，你大儿子正忙着娶第三房小妾，而你的二儿子整日在家中与娈童取乐，倒是满腹经纶，知书达理，懂得不少关于断袖之癖的学问。没想到这老九武功超群，连口才也一流。叶云，这里是朝堂，你怎可口出污秽之语？孙大人，你说我不适合当镇北大元帅，那就让你儿子来当吧。不过你儿子倒是我听雨楼的常客呀，还在我那儿挂了20万两的账。我看您老还是先替他把账还了再说吧。你说诸国比武大会结束之后，我去听雨楼饮酒作乐，你亲眼看见了？我的手下看到了。那你手下亲眼看见我在听雨楼里饮酒作乐？我的手下亲眼看到你走进听雨楼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你这书怕是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叶云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京城上上下下所有权贵都知道，听雨楼是我的产业。这我去听雨楼可以是管钱管人，怎么就一定非得是饮酒作乐呢？你没有亲眼看见，我走进去之后，你手下也不在场，无凭无据就敢污蔑忠良，我可以向父皇告你诽谤。我可以作证。我可以作证，叶云进入听雨楼以后，只是管事，并无饮酒作乐。哼，不管怎么说，叶云身为本朝皇子，却在皇宫之外建造妓院，供自己取乐，行事荒唐，伤风败俗。叶云品行低劣，本性难移。镇北大元帅这个职位，让他担任的话，依然不妥。父皇，儿臣认为，九弟所开的听雨楼，名满京城，日进斗金，也纳足了税。如今我南国国库空缺，九弟的产业也算是为我南国做了一份贡献。倘若九弟能够收一收往日的性子，未必就不能担任镇北大元帅一职。大哥说的对，九弟比我们任何人都强，他配得上这个位置。是啊，陛下，九皇子在比武大会上胜过三国联盟，一鸣惊人，可以见证九皇子的能力。若是九皇子能够改过自新，日后必受南国之栋梁啊！陛下，我也认为应该给叶云一个机会。老九，你的为人朕还不清楚吗？朕知道，之前你的一切都是装的，朕信得过你。徐国公这对父女，平日里不是对这纨绔十分厌恶吗？怎么突然开始为他说话？不行，绝不能让叶云得逞。父王，不能给叶云封赏。够了！从即日起，叶云便是北凉大元帅，执掌10万北援军，镇守北凉边境，朕意已决，无需再议。
还有别的事情要奏吗？啊，臣有事要奏。讲。是关于九皇子与小女的婚事一事。是关于九皇子与小女的婚事一事。九皇子与小女徐之雪自幼便有婚约，二人如今已经到了适婚之龄，臣恳请陛下将二人的婚事尽早提上日程。好，既如此，老九啊，你们二人就择日尽早完婚吧！啊！奇怪，之前徐国公不是一直想方设法阻拦这门婚事吗？怎么现在却急着把徐之雪往外送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今后九皇子可是镇北大元帅，官职不比徐国公差，又身怀绝世武功，这可是妥妥的金龟婿呀！难怪人家是徐国公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！陛下。如今三国蛮夷反悔，不让我南国在丝绸路驻兵，且三国皇子还死在了我南国，恐怕会惹怒三国呀。如今当务之急是解决这两件事，而不是这些儿女情长。老九，你怎么看？大哥，老大，老大！老大，老大！父皇，儿臣恐怕不能继续在父皇身边尽孝了。言儿，言儿。太子叶延之天资出众，3年前被南宫皇帝立为储君，然天妒英才，于1年前突然患病，终日卧床，最终病入膏肓，于半年后离世。系统模拟的内容要成真了！太医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啊！太医快呀！陛下，太子的顽疾已渗入心脉，恐怕活不过今日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陛下，臣尽力了。这个废物！父皇，让儿臣试试。你连京城最好的医师都束手无策，叶云你一个纨绔，你懂医术吗？此乃回春丹，快给大哥服下便可。哎，叶云，你平时自己鼓捣这些破丹药就算了，还敢拿出来给人吃？你是想送大哥提前上路吗？你敢打我？什么都不懂，别说话。你
父皇，他好了，既然没有别的办法，那就先试一试老九的法子。太医，是。然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好多了。陛下，太子的病情竟真好转了不少。怎么可能？他下蛊毒的狗皮丹药竟然真的有效！真是神迹啊！九皇子深藏不露啊，真是太神奇了！没想到九皇子不仅会武功，居然还精通医术。太子这个病已经治了2年了，每况愈下，从未好转。九皇子真是神了呀！多谢九弟。哎，举手之劳。正好我这里还有剩下的丹药。朕差点忘了，系统的模拟内容中，老九不但是南国第1剑仙，更是丹圣。看来他平时不是小捣鬼，而是真正的在炼丹。朕之前是错怪他了。他竟然还有这一手。皇兄，大哥平日里的用药是从慈宁宫发的吧？叶云，你什么意思？叶云，你什么意思？2年前大哥突发恶疾，全城的医师都束手无策。这自从慈宁宫的药日复一日送入大哥口中，大哥的病便越来越重。叶云，你是在怀疑我娘吗？别忘了，你小时候谁照顾你的？是我娘，也是你娘。你要当那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吗？这个时候就别道德绑架了。我这个人喜欢就事论事。如今这大哥的身体出了问题，你们慈宁宫也应该负部分责任。九弟，皇贵妃颇受父皇宠爱，不是皇后胜似皇后，乃是后宫之主啊。况且她平日里待我也不薄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？你又不是她亲生的，你怎么这么确定？父皇，我娘乃是你最宠爱的贵妃，她的为人您最清楚不过了，她绝不会做出这等事情来的。唐玄，你怎么看？陛下，皇贵妃乃后宫之主，位高权重，没有你的命令，我等轻易不敢动啊。老大这件事情，若如老九所言，确实有几分蹊跷。那朕便去慈宁宫的药房看上一看。娘，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父皇开始怀疑您了，他带人去查慈宁宫的药房了。什么时候来？已经在路上了。什么？把你们手里的活儿都停下！快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倒掉，全部都给我处理干净！快去啊！快呀！快点儿！哎呀，快！给我！快呀！那个！快！全部都给我处理干净啊！把什么处理干净啊？父皇，陛下，陛下，父皇，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刚才说要把什么处理干净啊？啊？说话呀！
说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三国使臣到了，说是有要事找您商议。刚才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，罢了，晚点再收拾。南国皇帝，我三国3位皇子都死在了你南国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诸国比武本就是刀剑无眼，生死自负，他们几个死了，可怪不得任何人，更何况是你们反悔在先，明明就谈好了，只要赢得比武，丝绸路的驻兵权就归我们，可你们呢？言而无信。哼！不管如何，你们都要为我们3位皇子的死负责，不然就休怪我们三国联盟对你们刀剑相向。不错，此事需要你们南国割地赔款，你们呀要赔偿我大魏国5座城池。你们呀要赔偿我大魏国5座城池。二车皇子乃我鲜卑国主最宠爱的皇子，你们得至少赔偿我鲜卑国15座城池。荒谬！你们输了比武，不认账也就罢了，还如此狮子大开口，让我们割地赔偿，简直毫无廉耻。不错，你们到底讲不讲道理？道理，兵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道理。你们如果不赔偿，就等着我三国联盟的大军喝进你们南国吧！陛下，三国联盟的兵力远在我南国之上，若是触怒了三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如就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以作缓兵之计。是啊，陛下，孙大人说的有理。这么严苛的条件你都答应？你俩脑子被驴踢了？还是说你们收了他们什么好处？叶云，你莫要污蔑诸臣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若是三国联盟的大军压境，咱们南国如何抵御？这个责任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哼！父皇，此事交给儿臣来办。我倒要看看老九如何解决此事。可你说要让我们南国割地赔款，是又如何？这件事你们只有答应的份儿，不然要付出的代价，你们南国可承受不住啊！没错，小子，赶紧签了割地赔款的条约，然后再把你们南国的美女叫过来，晚上好吃好喝的伺候好我们。回去以后，兴许我们还能在国主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的。哎，晚上就让你们这南国第一美女来陪我们吧！荒谬！捡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竟敢杀我三国使臣！你们皇子我都杀得了，区区几个使臣，为何杀不得呀？好啊，这下你们南国休想得到丝绸路的驻兵权。
是吗？别杀我！我这就走！我这就走啊！我这就走！别杀我！别杀我啊！别杀我！啊！这太大的竞争！叶云，你疯了吗？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，杀使臣，这可是大忌呀！他们若是讲点道理，确实可以不杀，可他们非要在我面前跳，不处理了，留着过年吗？陛下，九皇子滥杀使臣，这个是大罪呀！他若三国开罪，后南国无以应对，还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。不好，叶云还是太过冲动了。老九，你给朕个解释。父皇，三国言而无信，说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去丝绸之路驻军，如今更是狮子大开口，让我们割地赔款。儿臣认为三国野心重重，恐怕是冲着我们整个南国而来。你是说三国想吞并我们南国？父皇，三国愈发变得嚣张跋扈，若是一味妥协，只会让南国愈发被动，被慢慢蚕食干净，只是时间问题。老九，你有何良策吗？从古今来，对付外敌最有效直接的办法就是以武镇之。更何况，丝绸之路事关我南国经济命脉，无论如何也是要夺过来的。哼，说得轻巧。如今西域丝绸路有3国重兵把守，强行驻兵，必会被三国群起而攻之。他们能群攻，我们难道不能反击吗？反击？哼，你如何反击啊？父皇，儿臣愿率5000精骑前往丝绸之路，夺取驻兵权。如遇阻碍，以武镇之。如遇阻碍，以武镇之。5000精骑，西域丝绸路可是各有3国分别驻扎了2万大军，加起来就是6万。你只用5000精骑，如何对付那6万大军？放心，我有把握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好儿子，有胆魄。不过5000精骑有些少了，朕给你2万。不必了，父皇。若是动用2万精骑，也太看得起他们3国了。对付3国的驻兵，5000精骑足矣。这疯了吧？就算九皇子武功再强，仅凭5000精骑，怎么对付得了3国足6万驻兵啊？是啊，这怎么对付得了啊？老九究竟哪儿来的自信？罢了，就让朕看看老九究竟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。好，元儿，既然你有如此胆魄，那么朕就信你一次。娘，你说这叶云怎么想的？只带5000精骑就敢去夺西域丝绸的驻兵权？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现在深得陛下器重，而且那个小兔崽子似乎还察觉到了当年之事。要不是3国使臣来得及时，我们就完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如今叶云得势，又有了实权，已经不好对付了。若再不尽快除掉他，恐怕死的就是我们了。他不是要外出吗？他外出的这段时间，已经足够做很多事情了。娘，你想做什么？他现在有陛下的背书，别说是你，就连我也很难动他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真正除掉他，一劳永逸。什么办法？既然你作为皇子对付不了他，那就成为皇帝。皇帝？可我现在连储君都不是啊！放心，一切交给娘，计划也该提上日程。叶元，
这么晚了还来找我，有事儿啊？叶元，你真的要去吗？怎么了？担心我啊？谁担心你了？你只带了5000旌旗，就敢去夺取丝绸之路的驻兵权，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？要是被其他3国知道，一定会在半路上给你设下埋伏。我不想我们还没成婚，你就死在了半路上。说来说去，还不是担心我？担心你未来夫君的生死。我不管你了。青鸟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按照殿下的吩咐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一个小小的南国，竟然敢杀我3个使臣！国主，杀死我3国使臣的人，正是南国9皇子叶云。看来之前杀死我3国3位皇子的人也是他。叶云，哼，好一个叶云！国主，最新传来消息，叶云要率5000旌旗夺取丝绸路的驻兵权，而且他还说对付我们3国驻军5000旌旗就够了。这个叶云完全不把我们3国放在眼里啊，国主！既然他那么自信，那我就让他有来无回。通知另外2国，在西域丝绸路上各加派1万驻军，同时在丝绸路的必经之路上设伏，守株待兔，无论如何都要杀了叶云，为3位皇子报仇。国主，这样一来就是9万驻军，用9万驻军对付5000旌旗，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？南国有句古话叫狮子搏兔，一须全力。他叶云就是仗着自己武功高强才敢这么自信，就是让他知道武功再强也抵不过千军万马，有普通人集结的军队就能活活推死他。陛下，9皇子亲自率领的5000旌旗已经上路了。张玄，你再集结5万旌旗，等老九求援，一定第一时间前去营救。老九有信心，有胆魄是好事啊，可若是出了半点差池，将是南国莫大的损失，也是我南国承受不起的打击。没想到如今陛下对9皇子如此看重，比起太子的待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是。娘，叶云已经离开京城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等。报！国主，在西域丝绸路附近发现了南国军队的踪迹。哼，终于来了！传令下去，南国士兵有一个是一个，绝杀无论。是。报！南国5000旌旗不知为何突然撤军。我们不是设下埋伏了吗？怎么没有中计啊？国主，不知为何叶云似乎察觉到了我们设下埋伏。这个叶云倒是小心谨慎，不过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传令下去，不追，一个也不许放过。是。报！国主，由叶云率领的5000旌旗始终与我军避而不战。这个叶云不是说对付我们3国只需要5000旌旗吗？怎么现在只会仓皇逃窜？真是个胆小鬼！殿下，我们为何一直要避战？这样如何夺取丝绸路的驻兵权？算一下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什么？我们反击的时候。哎呀，撵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属下的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那边就看你的了。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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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事不好了！慌张什么？说！叶云率领的10万北越军正大举北下，直奔我国都而来。啊！叶云不是在西域丝绸路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北方？不知啊，国主。
北元军势如破竹，现在已经连破15座城池了，只差一步就攻入我们国都了。区的10万北元军，你们都挡不住吗？国主，北元军一骑当十，叶云的实力又十分恐怖，他极擅长排兵布阵，我们实在是挡不住啊！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国主，北元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，我等该如何是好啊？死守国都，马上向另外2国求援。是。现在求援，晚了。来人！别喊了，你的军队都已经投降了。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你不是率领5000精骑前往西域丝绸路了吗？谁告诉你，眼睛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？那些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。不这么做，怎么能吸引你的注意力，一击必胜呢？原来去西域丝绸路的人根本就不是你！你们3国联盟不是喜欢针对我们南国吗？那我就先灭掉你们一国，这样我南国的压力就大大减轻了。对付你们这些外敌最有效、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以武镇之。卑鄙！你们3国联盟针对我南国的时候，难道就不卑鄙了？更何况兵法诡也，这叫出奇制胜。上，给我上！杀了他！上！从今日起，再无准噶尔国。殿下威武！殿下威武！殿下威武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这个老九好一张声东击西啊！一夺取丝绸驻兵权为业，反手就消灭了整个2国啊！陛下，九皇子这算不算擅自出兵？哎，无妨，朕相信等老九回来，一定会给朕一个满意的解释。整个2国可是3国中实力最强的一国，灭掉了整个2国，不但会减轻我南国的压力，而且还会威慑另外2国。无论如何，这都是奇功一件。等老九回来，朕一定要重重的赏。陛下，太子突发恶疾，吐血不止，恐怕是危在旦夕。什么？哎呀！太医，快！陛下，太子已经病入膏肓，怕是活不过今天了。什么？陛下，太子这疾病怕是只有九皇子能治，而九皇子在外征战，想要赶回来也需要约10天半月的时间。要是老九在就好了。杨儿，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朕说的吗？父皇，儿臣死后，这出去的位置就空出来了。所有皇子，只有九弟的能力最为突出，儿臣希望太子能让九弟来打。好，为父答应。言儿啊！夜雨，又是夜雨。你说，老大好好一个孩子，怎么就会莫名其妙得上了那种治不好的怪病啊？陛下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太子就是命不好。这么多年，加上老大，
这莫名其妙死掉的那些皇子，总共5位了。老天爷呀，你非要灭了我叶家的龙脉吗？陛下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需向前看。太子意思，这储君之位便空下来了，您还是趁早从众皇子中选出合适的人选为好。臣答应过老大，会立叶云为储君。陛下，臣妾认为立叶云为新晋储君不妥啊。哪里不妥？叶云未经陛下允许，擅自起兵北征，如此行事，恐有反骨之嫌。若立一个有反骨之人为储君，不仅会威胁到陛下，日后恐国家动荡。哼！老九出兵灭掉准噶尔国，功劳远在丝绸路驻兵权之上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况且朕也相信，老九回来之后一定会给朕一个满意的解释。没想到短短时间，陛下对叶云的宠幸已经达到这等程度。不行，我一定要为轩儿争取到太子之位。可是陛下……够了！就算老大不说，朕也会立叶云为储君。我南国立贤不立嫡，况且叶云的才能远在其他皇子之上，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朕虽然没有给你皇后的名分，但给了你后宫之主的地位。朕如此宠幸于你，可老大刚死不久，可你呢？你为何便急着操心新任储君的事情啊？陛下，臣妾也是想为陛下分忧，为国事着想啊。那日朕在慈宁宫，你见了朕，为何如此慌张？陛下，送给太子的药至关重要，臣妾是怕熬制不周，惹怒了陛下呀。哼，最好是这样。不行，陛下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不能再拖了。神，皇宫禁地，擅闯者死！好了，都下去吧。怎么，为何还不退啊？怎么感受不到陛下的气息了？不好！陛下，陛下！娘娘，事情办妥了。太好了，不愧是南国第2高手，不枉我始终留了这么一手。大计终于成了。娘，你真的把父皇给……不这样，你如何登上这王位？如何对付那叶云？若是等到叶云回来，只会让陛下对他的器重和信任更上一层楼。到时候就是你我的死期。轩儿，你要记住，要想成就一番霸业，就必须要狠，要比所有皇子都狠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登上这皇位，才能坐得稳，坐得久。娘，我明白了。我已经命人修改了继位诏书，明日便会昭告天下，你为南国新任皇帝。到时候，为娘便会垂帘听政，尽力辅佐你。宣旨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自登基以来，
奉天命而治天下，兢兢业业，不敢稍有懈怠。今朕年迈体衰，自知大限将至，特书此遗诏，以定国本，安民心。朕知皇子众多，然唯叶轩才德兼备，仁孝两全，堪当大任。朕决定立叶轩为皇太子，即日起监国理政，待朕逝后继皇帝位，统御万邦。钦此。参见陛下！参见陛下！参见皇太后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八弟，你为何不跪啊？二哥，这样不对吧？父皇答应了大哥，将九弟立为储君。就算父皇立了遗诏，这位置应该也是九弟来做，而不是你。难道就不能是父皇改主意了吗？不错。二哥，你觉得父皇会这么蠢吗？九弟各方面都比你强，父皇会传位你？诸位，太子前脚刚死，父皇后脚就离世，这事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放肆！八弟，你这是在怀疑朕了。你这是在怀疑朕了。不错，我就是怀疑你，是你杀了太子，杀了父皇，才可以顺利的坐上这个位置。八皇子说的有道理，太子已死，剩下的皇子中，继位遗诏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叶云才对。大胆！先帝遗诏，白纸黑字，天意如此。叶无忌，你难道不识字吗？竟敢质疑先帝遗诏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陛下，八皇子公然质疑先帝遗诏，若不惩戒一二，恐怕难以服众。轩儿，你要记住，要想成就一番霸业，就必须要狠，要比所有皇子都狠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登上这皇位，才能坐得稳，坐得久。先帝遗诏不容置疑，八殿下叶无忌公然质疑先帝遗诏，有辱先帝，为表惩戒，当废除皇室身份，贬为庶民，流放北疆。还有你们其他人，若是也同他一样质疑先帝遗诏，一并处置。你就不怕九弟回来收拾你吗？我现在是皇帝了，就算他回来了又能怎样？他又能奈我何呀？要说收拾，也应该是我收拾他。二哥，今日不见，你好大的威风！是九皇子，九皇子回来了。听说是九皇子声东击西，出奇制胜，灭了准噶尔国。陛下不是奇功啊！九弟，你回来了。是巧合吗？他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呀？九弟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如今朕已是皇帝，朕的话便是南国的天理，便是浩荡皇威。如今朕的话，谁敢不听？哪个敢不从啊？好一个天理，好一个浩荡皇威！我不在这段日子，南国的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吗？云儿，既然你二哥轩儿已经登基为帝，那这南国自然就是要听他的。如果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，可是可以治你一个忤逆帝命之罪。娘不是最疼爱我了吗？肯定不忍心让二哥治我的罪吧？闭嘴！你不配叫我娘，你算什么？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养在身边都嫌丢人现眼。只有轩儿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奇怪，为何臣之对叶云突然态度大变呢？难道真的如八皇子所说，陛下真的是被他们……母后，你跟他讲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
既然九弟回来了，那我们也应该好好治一治他的罪。那你说我有什么罪？九殿下叶云未经皇帝准许，擅自动用10万北元军起兵北征，违反了军法律令，当以谋逆罪处置，按律当斩。我若不灭了这个准噶尔国，届时他们3国大军压境，你守得住南国的国门吗？一码归一码，他们若是真攻进来了，朕自有办法应对。办法？是割15座城池，还是30座呀？大胆叶云，你是在质疑陛下的能力不成？看不出来吗？叶云这是疯了吗？一回来便疯狂挑衅二皇子，二皇子如今可是皇帝呀！陛下，叶云以下犯上，忤逆皇威，目无朝纲，这必须得严惩，以儆效尤啊！必须严惩。九殿下叶云违反军令，擅自出兵，意图谋反，还在朝堂之上以下犯上，对朕大不敬。从即日起，剥夺其镇北大元帅之位，废除皇室身份，斩立决。来人，给朕把他拖出去！怎么办？要不要开口为他求情啊？真是，哎呀，我刚才答应女儿嫁给他，他一回来怎么就捅出这么大的篓子？哎，罢了，他是我的未来女婿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你还不敢动我啊？叶云呀，先帝在的时候，你可以仗着先帝的宠幸说这样的话，不把我们2人放在眼里。可是如今你还看不清局面吗？轩儿是新帝，他随便一句话就可以置你万劫不复。不错呀，难道你还能让父皇活过来不成？确实可以。死人怎么可能复活？看来是陛下的死对九皇子的打击太大了，让他这里出现了问题。好啊，你若是能让父皇活过来，那我这个皇位给你坐坐也可以呀。好啊，逆子，朕的这个位置坐的还算舒坦吗？父皇，逆子，朕的这个位置，你坐的还算舒坦吗？陛下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啊？陛下，真的是你吗？大哥，你们还活着？哼，父皇，慌什么？可父皇他没死啊！眼见就一定会是真的吗？你父皇和你大哥已经死了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眼前这2个人就是冒牌货。确实有一些武道高手擅长易容之术，他们一定是假冒的。你个逆子，还不快给朕滚下来！大胆逆贼，胆敢冒充先皇！张玄，给朕把他的面皮扒下来！逆子，你敢？你问我敢不敢？张玄，张玄，你跟了朕这么多年，怎么连朕的样子认不出来了吗？张玄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快动手啊！陛下，这2个人有99%的概率是假的，可臣不敢赌那1%。卫兵，给我拿下！逆子，你要造反吗？想造反的是你们！冒充先皇，朕要诛你们9族！父皇，燕子，你父皇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这2人到底是真是假？二哥，没用的，有我在，动不了他们。哼，叶云，我知道你之前在藏拙，但你的武功再厉害，能敌得过军队吗？我告诉你，城内的5万禁军正在赶来的路上，等他们到了，
你们谁也跑不了。可这5万禁军赶来之前，我就能要了你的命。张玄，朕如今是皇帝，你身为火龙国第一高手，有义务保护朕。陛下，臣誓死保护你。叶云，你再厉害，有张玄保护朕，你伤得了朕吗？等城内的5万禁军赶来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他死后还不知道，之前我被这小子揍得有多惨。二哥，你以为就你有军队啊？叶云，你什么意思？不好，难道……怎么回事？啊！陛下，不好了！10万北元军正直奔京城而来。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二哥，这10万北元军对我忠诚的很，非要跟着我回来。北元军，义旗当时，战力无双。九皇子就是凭借着10万北元军，前不久一举扫灭了准噶尔国。竟然把10万北元军带了回来，他想要干什么？叶云，你这是要造反？不，我要清君侧，奉天靖难。你凭什么这么做？凭什么？就凭你的皇位来路不正，你是弑兄弑父才走上这个位置的。我说的对吗？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？不错，叶云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。证据？你为何不问问父皇和太子呀？他们已经死了，现在这2个是冒牌货，问他们有何用？飒飒西风，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我若为清帝，暴雨桃花一处开。这是太子所创的诗句啊！公子世无双，陌上人如玉。公子气质神态是伪装不出来的，他真的是太子，太子还活着。太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之前我服下九弟的丹药，本来已经好转不少，可九弟离开京城之后，我服下宫女送来的汤药，休养身子，恶疾却再次复发。这味汤药和平日里慈宁宫送来的汤药味道一致。你不是被毒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被毒死的？没错，我是已经被毒死。可就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，白布过尸的时候，九弟的手下送来续命仙丹，帮我续上了一口气。之后，我便继续扮作尸体，就是要亲眼看看我的好二弟他究竟想干什么。如果是为了争夺皇位，谋杀了我也就罢了，可是他竟然连父皇都下得去手。九皇子，皇太子此话当真啊？你应该问问朕，当时朕就在现场。好了，都下去吧。为何不退啊？陛下，陛下！月夜。
你是何人？陛下，在下听雨楼花魁奉九皇子之命前来保护陛下。你刚才搁这儿为了什么？陛下，那是九皇子殿下所炼制的续命仙丹，只要人死不过半日，服下此丹便可续回一口气。老九竟然有这种本事！不愧是朕的儿子，朕的儿子就该如此。陛下，这是假死丹，只要服下此丹，您便可继续装作尸体。待您再次醒来，便可知道想害死你之人究竟是谁。这也是老九的意思。是。好，那朕就看看，到底是谁想害朕。若非是朕服用了老九派人送来的续命仙丹，怕朕早已经死于非命了，又怎会出现在这里？臣等参见陛下。他不是冒牌货，他真是父皇，是叶云用续命仙丹将父皇救了回来。娘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啊？活死人受白骨，他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单刀造诣？陛下，九皇子会派人来接应您，难道九皇子早知道您会遇害吗？我不知道陛下会不会遇害，我只猜，在我外出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按耐不住，做出什么事情？很显然，我猜对了。好可怕的计谋，这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。个逆子，还不快给朕滚下来！父皇，你个逆子啊！你忘了吗？朕当初是如何教导你的？朕给你的才是你的，朕不给你，不能抢。父皇，父皇饶命！父皇，儿臣都是受了母后的蒙蔽和指使，这才做出此等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啊！陛下，都是臣妾的错，你要怪就怪臣妾吧，与轩儿无关，你放了轩儿吧！好你个陈芝啊！亏我如此宠信于你，可你呢，竟然干出这种谋权篡位的事情来！你这个毒妇，你的背后到底还有多少恶毒的事情瞒着朕的？陈芝，那么多莫名死去的皇子，也出自你的手笔吧？你为了让你儿子上位，不择手段，费尽心思，害死了那么多优秀的皇子，我娘也是被你所害。好话，朕说自己的儿子好端端的都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原来是你这个毒妇干的，甚至连朕的皇后啊，你都敢下手！来人，把皇贵妃和二皇子拖下去，直接砍了！饶命，父皇！饶命，父皇！饶命啊！父皇！娘，孩儿终于给你报仇了。参见陛下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，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老九，你灭了准噶尔国，为我南国立下不世之功，封
一字并肩王，可与朕平起平坐。以后见了朕，无需行礼。谢父皇。爹爹，这一字并肩王是南国最高的爵位了吧？对呀，叶云怕不是南国史上最年轻的一字并肩王啊！没错呀，没想到叶云这小子装疯卖傻这么多年，竟然是一条隐龙，如今锋芒毕露，必有横扫8国之势啊！陛下，陛下，喜讯，喜讯呐！陛下，陛下，李公公，有什么喜讯呐？启禀陛下，大魏和鲜卑妥协了，自此以后，我南国和他们一样，可以在西域4路驻兵了。好，这帮蛮夷最终还是欺软怕硬。如今知道我南国出了个叶云，他们最终还是害怕呀！啊，云儿，你说的对，对付这帮蛮夷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以武镇之。他们不是不服吗？就打到他们服；他们不怕，就打到他们怕。只要我们够硬，他们就软了，利益自然就放出来了，就不敢再冒犯咱们了。好啊，有了西域丝绸路的驻兵权，商路一通，我南国便可大肆发展经济，不出20年，便可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南国盛世，万国来朝。恭喜陛下！恭喜陛下！恭喜陛下！父皇，这一切多亏了九弟。父皇，九弟的能力远在我之上，儿臣愿将储君之位转位给九弟。算了吧，大哥，我对主君之位不感兴趣。比起要肩负更多责任的主君，我更想当一个逍遥王爷。平日里我就练练丹，看看书，无忧无虑，安心做你的太子。以你的能力，上位之后，必是一国明君。九弟，陛下，臣有事相求。讲。今日朕高兴，只要是不过分，朕都允了。朕都允了。谢陛下。臣恳请臣之小女徐之雪与九皇子叶云，3日之后则良辰吉时成婚。爹爹，徐爱卿，你是怕这个金龟婿跑了吧？臣只是想，如今咱们南国已经渡过了难关，那何不喜上加喜呢？这样啊，何况陛下，难道您不想早点抱上孙子吗？我看是你自己想吧。啊，好，既然如此，云儿、徐之雪，你们便3日后成婚吧，为我皇室开枝散叶。谢父皇。谢陛下。叶元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等会儿还有更久的。你又不正经了。叶元，我听说你的武功很厉害，全天下的人
都打不过你，是真的？你猜？我猜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哎呀，你什么天下第一，还不是扶墙而出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如今南国的国运异常鼎盛，至少可以再延续500年，那朕就不差这一点国运值了。如今南国格局大变，朕要再次模拟云儿的人生，看看是何等的精彩。系统，模拟人生，竭诚为主人服务。主人可以对皇子们进行模拟人生，每次模拟耗费一定国运，请主人选择模拟对象。九皇子叶云，模拟对象九皇子叶云，耗费国运20年。模拟开始。九皇子叶云，因其外公乃是南国开国功勋长国公，母亲是南国皇后吴素。叶云自小天资聪颖，文武双全，备受长国公吴素宠爱，亦被南国皇帝看好。然吴素遭人毒杀，长国公也在不久后病逝。长国公病逝前交代叶云，莫不可锋芒太露，要学会隐忍，免得与其他皇子一样遭到毒害。叶云谨听嘱咐，从此借着皇贵妃的庇护，装疯卖傻，暗中修行。5岁迈入宗师境，8岁突破万象境，18岁时丹道与剑道便是南国第一人，纵横天下，世间无敌。也就在这18年后，歇国覆灭，作为西域霸主突然覆灭，西域丝绸路空了出来。各个国家都想争夺驻兵权，包括漠北的准噶尔人、鲜卑人、大魏人。原本南国也有驻兵丝绸路的份额，然三国贪得无厌，为将南国踢出去，进行结盟，以比武的方式取一个丝绸之路的驻兵权。叶云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，在得到南国皇帝的权力许诺后，于比武上一鸣惊人，横扫三国。此后为给吴素报仇，叶云假借外出，终引得皇贵妃陈芝露出马脚。陈芝为让叶宣登基，不择手段残害太子，暗杀南国皇帝。叶云于叶宣登基之日强势回归，横扫朝堂，道破陈芝母子阴谋，终为母亲吴素报仇雪恨。此后叶云醉心于丹道，为了炼丹远走他乡，最后一次为炼制长生不老药远走蓬莱仙岛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南国皇帝与太子叶延之通过叶云留下的仙丹都活过了超过200年，而叶云也成为了一个永远的传说。有人说他炼成了长生不老药，成了真仙，羽化飞升了。好，真让这臭小子炼成了长生不老药了。